台电伫咧4月初进行会议抢毒液工程的时阵，却逼出工人甲无细力甲一个冷水管误破的风波。环保团体今日召开记者会表示，怀疑台电敢真正有才调来做发电抢毒液的工程咧，因也呼吁讲，着要有中央阶层的机关来做监督。台电4月初进行一抢毒液工课时，逼出无丢伫甲降温水管误破的代志。虽讲台电是不会讲，互人误破的水管是有备用的水管，迄间的降温系统是拢真正常，袂有危险。不过环保团体呼吁，应该设立中央层级的机关来监督一抢的毒液。我们如果参照国际的经验，它必须做人事的重整，然后后端有没有人力？或是要其他的处，那我想，厨艺的安全必须做严格的管控。我在行政院提出要成立厨艺委员会，要做什么？做厨艺的监督，包括厨艺后，按照国际惯例要做地方的修复复育。环团讲，核电厂伫营运甲毒液两个阶段是需要无共的专业人才，无毒液经验的台电，因是真积极，敢有这个材料会使处理毒液的工课。目前这个台电的核能后端处，目前是从来没有处理过厨艺，甚至连核备的问题到现在也没办法解决。所以到底你们是不是能够向外界保证，就是你们的能力是足够可以来执行厨艺的工作的？那其实，在还没有进入厨艺之前，我们都会有组团到欧洲啦，德国、法国还有这个日本、美国都有去考察，了解一下国外的厨艺是怎么样的做。我们机组停机之前，这个3年前就送给原能会去审查。那我们也特别去聘请了这个国外也这个厨艺有经验的一个国外顾问公司，来协助我们进行这些的厨艺计划的规划。核能后端营运处讲，一切应该做的拢有详细规划。对于环团建议设立中央层级的机关来监督，营运处表示，包括事前的规划、事后的处理，中央的园林会一切作业拢有咧监督。记者郭碧君、陈柏罗台北报道。